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打赌协议修改条款，以后不需要向对方报备了。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？啊！来啦！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眼睛怎么红了？你哭了？真没事儿。陆医生早。走。嘿，陆医生今儿心情也不好嘛。哎呦，哎呦，还说没哭。你跟陆医生吵架了？仅以北京市场为例，秋季新品的上市以来，销量最好的是白美的秋日私语系列 H5112和 H5113。这个设计明显不如我们的 HC330。Carrie， 这次倒没有太自负。确实，从顾客的角度分析，我们的鞋子是比白美的要好看，而且售价还便宜。但是可惜啊，虽然我们的设计和性价比都略高一筹，但是顾客在每年购买新款的预算上也是有限的。他们在购买了 A5112之后，看到款式相同的 HC330，就不可能再花钱买同样的鞋子。虽然我们的鞋子销量不错，但是我们的业绩大不如从前，这也不是设计中心的问题。那我们再看一下本年度前7个月的销售报表，数字复杂，但结论不复杂。春夏两季销售最好的单品和系列都是属于我们的，而且我们的总销售额远远超于竞争对手。对于秋季新品的营销，我们销售部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怠慢，甚至一线的导购们都比春夏的时候更要努力，更要辛苦一些。对不起，这次我们品牌部的新品推广走在了竞品的后面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我向大家道歉。小乔，你先坐下。关键呢是怎么解决问题，怎么能在剩下的时间把销售额也追上来。戴总提出问题很有能力嘛，应该没想过怎么解决吧？我的本职工作不是制造问题，也不是扩大问题，是解决问题。这上面有我们销售部第4季度的营销方案。我从不留恋已经失败的战场，但一定要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。我个人很喜欢我们秋季恋歌系列。乔总，年初我给经理的数字能不能完成，你一定要帮我，不要再看笑话。我们品牌部一定全力以赴，好好做好宣传跟推广。OK， 我对在座各位都非常有信心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一定会超过销售额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不如我们晚上聚个餐，给大家打打气。好，谢谢经理。谢谢经理。好，咱们工作咱就说到这儿了啊，咱先散会。别，有点我忘了，最后一件事啊，总部要求各个医院要拍一组形象宣传海报，你们大家伙得推荐合适人选的。形象海报，那必须是得形象最好的呀！啊，那还得是一男一女吧？咱们医院啊，也就青青笑起来最好看。
比牙也好。嘿，梁医生，不带这么夸一个贬一堆的，我们牙口就不好了。哎，别闹别闹，我觉得梁医生说的对啊，医生配护士，帅哥配美女，哎，那真是绝配。还有没有第二人选啊？啊？没有，必须陆医生最帅。起什么哄啊？主任，不是这样啊，既然大家意见这么统一，那咱们我不想拍。你这怎么招惹人家了呀？不是，其实这个事儿他也不是特别着急，我觉得就先搁着吧啊。散会。哎。不行了，干不了了。慢慢。哎，我来，没事吧？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啊。到。一会儿去 KTV 我就不去了，你去吧。我也不想去了，太闹了。我想跟你一起回去。我看你都没怎么喝啊，安卓，你太狡猾了啊！必须得陪我喝一个，来。你就别喝了，你都喝多。怎么说呀？干了！全公司上下都知道我喜欢你，可你怎么总敷衍我呀？你不知道这样特别不给我面子吗？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麻烦把他送回去。放心啊。哎呀，不是，小心一点啊。行不行？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个痛快话，到底行不行？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，怎么这是？哎，好好的嘛。好了，好了，去唱歌了啊！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没什么可哭的，走吧，去高兴去，好不好？走。啊，好。哎，小齐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搬啊？你这间屋子可有人等着要租呢。没说要搬啊。哎，你不是说要跟男朋友去住大豪宅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我哪有男朋友了？你们怎么都欺负我？有完没完啊？嘿，朝我发什么脾气啊？你找不着男朋友，你赖我呀？切，真是。安总，你要唱什么歌啊？过来点呀。你们给我点的这都什么歌呀？一个都不会。你连许嵩都不知道，邓紫棋也不知道，平时你都不上网的吗？对啊，新歌里好听的越来越少，老歌里好听的越来越多。过去刷夜心疼钱，现在刷夜心疼命。你们点吧。那我再给你点几首歌。那我就直接帮你点喽。不要。他要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吃掉我精心准备的爱心便当？
所以人家把便当当场扔你脸上，你会比较开心是吧？那他还送我开心果，那是同事人手一份好吗？那他还带我去上烹饪课呢，七夕节呢。哎，这把你终于说到点儿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像我这种微信5000人全加满，每天晚上3个局起步的人，七夕节都是自己在家过的。为什么？啊，我就问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节太敏感了，我叫谁过都是对另一群人的伤害呀。你别拿你的脏心眼往魏飞哥身上套，他才不是那样的人。哼，你气就气在您都乱来了，人家还不肯对你乱来呢。哎，这谁的歌啊？你的？艾总呢？艾总呢？哎，那你唱一个嘛？你们给我点这首歌干嘛？老歌嘛，王力宏的，我唱。这节也不太会啊。是呢。若曼，我陪你唱歌去。哎，你看人家歌词对了。我不唱了。我不太会唱这首歌。想看你笑，想和你闹，想拥你入我怀抱。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，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。不怕你哭，不怕你走，因为一生一世我就骄傲。一双眼。哎，鸡蛋！哎，我有个情报，听说陆医生来医院快5年了，从来都没说过他有女朋友，就没有人给他介绍吗？当然有啊，不少呢。可是每次别人给他介绍，他基本上都是打个哈哈读过去了。那我先去忙了啊。同事说他从来都没有女朋友。让我亲自会会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也是需要勇气的，好不好？就上次我们一家人出去旅游，那导游说我老公是我弟弟，他把我气得我差点投诉他。你老公比你小吗？比我小，我生哪门子气啊？肯定比我大呀。可是关键男人抗老啊！哎呀，我是真佩服那些敢向比自己小那么多岁的男人下手的，也不害臊。陆医生，这有个急诊，给你加个号行吗？我3点半有。他说他牙特别疼，别的医生的号都满了。哎呀，下一个。行吧，那您坐吧。谢谢啊。您坐这儿就行。好。哎呀。好。哎呀，这还挺正规的哈。你躺好别动。啊。张嘴。啊。
您感觉是哪边牙疼？就反正是上边，然后靠里边，然后再往右边这玩意儿。反正你不是大夫吗？你就看呗。我看了，您这没有龋齿，智齿也没发炎，怎么会疼呢？具体怎么疼法？哎呀，扎心的疼。哎呀，我再好好帮你检查几下。啊啊啊！什么事？干嘛呀？哇，洒了洒了洒了！哎，坐嘛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啊，姐弟恋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不是吧？你也跟着瞎搅和？你别看我这个年纪，我是有颗少女心的。你知道我最爱看的就是文艺爱情片了。咱俩不聊了，我上班去了。我。哎，坐这儿。我跟你说啊，虽然公司呢不反对办公室恋情，但是你得稍微注意点儿，别太高调，别影响工作，尤其团结别的女同事，知道吗？谢谢经理。哎，我会默默祝福你的，加油！啊，爸让我一个智齿的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快说呀！人呢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啊，不喜欢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他告诉你的？你暴露了，他知道我们俩认识了。你急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16岁就在男女关系上开了天眼，谁跟谁有戏，谁跟谁不搭，谁跟谁有奸情，我一看一个准。你这个路飞哥不会很喜欢你这种萌妹子，他应该是个姐控。姐控？不会吧？像他这种看起来乖乖的、闷闷的，内心有点小不羁、小狂的人，应该喜欢那种御姐范儿，有个性的女人。那不就是若曼姐那种类型？哎，没事。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？我特别喜欢他，我不想放弃。那你还跟他使小性子，让人家难堪？哼！谁告诉你一次表白就能成？如果一次就能成功的话，全世界人口不就翻番了？要不，我现在就向御姐方向转型？得了吧你啊！就你这身形象，就限制了你一辈子也当不了御姐。你现在就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把你们的关系拉近到可以成朋友的程度，然后再慢慢渗透，明白吗？我真的很后悔啊！我为什么要这么早就跟他表白？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一定会阻止我自己。行了，别琢磨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那你待会儿偷偷溜出去啊！什么叫没吃到豆子还惹一身腥？总比不想吃豆子还惹一身腥好。凭什么每个人都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明明有比他优秀的很多地方，好不好？我都快憋不住要爆炸了，他还那么淡定，他到底是要干嘛呀？爱情出生的方式各有不同，有一见钟情，也有日久生情，还有一种被别人的态度所刺激，被别人的非议拱出的爱情。越多人不看好，斗志越高昂。
喂，这两天。嗯。找我呀？最近在公司有没有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？还是你什么察觉都没有？我又不是绝缘体，怎么可能一点都没察觉到？那说说你的看法。我呢是不太在意这些事情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也别太在意。不管在不在意，这毕竟是工作场所，该避嫌还是要避嫌。你也知道，小梅一个人又管运营又管培训，实在忙不过来。她比我更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。你想不想到销售的一线去锻炼一下？我全听你的，只要是你的决定，我就服从。那你先出去吧。好。暧昧考验耐心，男女之间迂回试探，猜来猜去，一点还算情趣，多了不是享受，而是负担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年有一个病人，我以为他跟陆医生能成呢，后来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把自己的病历转到别的医院去了。我也没好意思问陆医生。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？他是做什么的？好像是个生物老师。御姐型，个儿挺高的，御姐也算不上吧，文文静静的。哎，对了，陆医生诊室有盆花还是他送的，这么算下来有好几年了吧？哪一盆啊？我也不懂花草，自己去问陆医生。陆医生，今天下午2点钟的病人来电话，说取消了今天的复诊，改天再约时间。知道了。还有别的事吗？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的讨厌我？来，你先来坐会儿，咱俩好好聊聊。你最近对我态度都冷冰冰的。我是怕你对我有新的误会，想让你冷静冷静。我知道，前一段时间呢，我有很多举措，让你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。我除了跟你说声对不起之外呢，所能做的，也就是尽量控制自己的行为，不要让你再有新的误会。对我冷淡，我会觉得你烦我，你讨厌我，你不想见到我。我没有讨厌你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我不奢求你会有多喜欢我，但是只要你不讨厌我就好。我问过修医生了，那天我带的便当你没有吃，只是饭盒是你洗的。那件事是我处理的不好，我洗饭盒是不想让你太失望，但是没想到这样的行为会让你产生误会。那天开会，那么多人，我让你下不了台，我以为你一定会讨厌我，真的对不起。怎么跟个小孩似的，车轱辘来车轱辘去的？我哪有那么容易讨厌一个人啊？你把我看得太小气了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耍小孩脾气，让你难堪了。行，那陆医生，我们这件事儿就算是翻篇了。翻篇了。那我们一起为医院拍海报吧。这事儿还是算了吧。
你不愿意跟我一起拍照，就是因为啊，你还是讨厌我，你还是没饭票。走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。咱们俩拍了海报之后，那海报就挂在医院门口，天天同事来来去去的都看得见。他看多了，难免开咱俩的玩笑，这样对你不好。没关系，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我只是觉得为医院做宣传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你也说过了，我是你关系很亲近的朋友。你不会连这个话你都要收回吧？不收回啊！那咱们俩为医院拍这个海报，答应你，行了吧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了，我去工作了啊！好。小陈，我来了。早上的人肉闹钟消失了。桌上也没有热乎乎的早餐和咖啡了。生气了，生气是在乎的一种表现，最怕的就是没有反应。看来我佯装要把他调走的计划起效了。不多，这儿还行。哇，青青，你今天穿的真好看。修医生、陆医生早。呀，青青，今天什么情况啊？我就是换了个风格，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就是这种风格，我们得有点时间习惯一下。你说呢，陆医生？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很酷，很御姐。陆医生，你觉得呢？还行。我以后就走这个风格。你还是换回去吧。本来小孩来看牙就不敢进门。小朋友看牙不敢进门。太失败了，走下来，我脚脖子要断了。这不是个人吗？真要命了，好久没下这么多楼梯了。没事儿，别急，慢慢下。你还歇会儿吧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还能动吗？先别用力了，先忍一下。来，忍一下。能站起来吗？来，我背你。啊，来，啊，妹妹，慢点啊。好。你们都小心点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来，慢点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哇，这么吓人，没见过。忍着点儿。对，谢谢啊，可能还挺沉的吧。轻得很。忍着点儿。还自夸能穿着恨天高追车，结果下个楼梯都踩空，吓死我了。我说的话，你倒是记得清楚。你以后别这么迷迷糊糊的，自己注意点。心疼死我！还没有人敢说我迷糊呢。你呀，就是个纸老虎，看起来雷厉风行的，其实是需要被人照顾的小糊涂蛋。甜言蜜语这种东西，
对我来说真的是奢侈品。同样的酸话，有人说出来是油腻，有人说出来却是甜。还疼吗？嗯，我拜托你对自己上点心，我真的会特别心疼。行了，打住吧。今天发的糖够多了，我可不想得糖尿病。我再给你敷一下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周三再来复诊，有什么不舒服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啊，谢谢。休息一下，15分钟以内我不让点起来。谢谢。去帮你添点水。是不是觉得我其实还是挺懂事儿的？还好人家安卓处理及时。哎，不知道啊，我刚才看着安卓背你从楼梯间一步一步走下，你不知道我多羡慕呢。哎呦，看着那个画面，我满脑子就想着那一句经典台词：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，有一天他会踏着七彩祥云来楼梯间背我啊！哎，我又不是故意摔的。哎呀，我想故意摔啊，可是我放眼望去，周围全是女同事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开玩笑了，好吗？哎，说正事啊。那吉娜刚刚交上来的，他是个不错的设计师，你把事情尽量处理好，把他给我留下来。明白了。该撕就得撕，不撕女同事怎么得到男同事啊？啊，手撕不行，靠脚撕。你该不会觉得我今天是故意摔的吧？那脚怎么样了？这几天少穿点格格鞋。我跟你说，我看得出来，安卓对我挺紧张的。他今天过来背我的时候，还特意把身上的外套给脱下来，围在我腿上，怕我走光。你的那个小鲜肉还自带调情基因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他不靠谱？不知道，我没这么说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不定人家真的是情窦初开的好小伙儿，他赞美你，他夸你，都是情不自禁啊。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他就是想爱你、宠你、疼死你，把你们俩的姐弟恋啊进行到底。哎呀，怎么让你说的透着股恶心劲儿？粉红的表刷，行，来点暗黑系的，说不定呢，他就是披着羊皮的狼。你是说他是在跟我打心理战？巴结女上司，百利而无一害。切，我是那种随便巴结一下就能放弃自己的原则，任人唯亲、公私不分的人吗？也对了，这也是个 bug。你还有套房啊？骗婚啊？就以他的姿色，骗套别墅，再不济都能骗套小复式了，怎么能看上我那个小户型呢？再说了，我那是贷款啊，婚姻法还保护婚前财产。唉，又是一切的可能都不可能。这种像猜谜一样的爱情游戏，我真的是玩不下去了。要不然，我先开口吧。我不想再这么试探他、考验他，再这么折磨自己了。我受不了天天上演内心戏小剧场。好不好？哎，我现在觉得现在是个合适的时候，刚好探探他的口风，试试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是谁说暧昧期是谈恋爱最美好的阶段？简直就是受虐狂！
你小声点儿，别吓我。好。宝贝，能让我留下来当月嫂吗？我给你工资翻倍呢，行不行？你离我离远一点，你骗我钱我也不要你的。那根据这些数字的话，我会着重改善这个区域，还有这个区域。不错，非常好。好。安哲，吉娜昨天辞职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我看见她收拾东西了。没送她。我控制不了别人的感情，而且我真的尽力了。别人喜欢谁我管不了，但我知道我不喜欢他。其实你刚入职的第2天，吉娜就找过我，她跟我说，她对你一见钟情，还让我帮她问你有没有女朋友。其实他也没少直接进攻，我没告诉你是怕影响你的心情。怎么会影响我的心情啊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我觉得在职场上不能把工作和私人感情分开，其实挺不专业的。话也不能这么说。但是我也越来越不专业了。问他哪里不专业？到底喜欢谁？是不是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？倒是我个数。问5、4、3。放心，以后呢，我会尽量控制好自己，不给你添麻烦。但是，我不会疏远我们的距离。如果你还是觉得为难的话，那我换工作。你要没什么别的事，我先去忙了。努力学习了很多年，总算掌握了一些处理事情的技巧，但却感觉自己变得世故又功利。很好，很好，来放松，对，很好。两位呢，把我想象成你的病人，你们要露出天使般的微笑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很好。就你男医生好像有点不太舒服。你跟你旁边的护士老师呢，好好学学呀。从小就拍艺术照，我的秘诀就是把镜头放在镜头。我爱照镜子。那就想象成我俩在逛超市呗，这就是生鲜柜台。你看，这条鱼又大又便宜。啊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。我来公司之后，还没见过市场拓展部的杨总呢。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要到大区各地跑，开新店。下午要去内蒙，所以我们只能抽个空去机场跟他见个面。好。喂，艾总，哎，是我啊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正在给这个冬季恋歌系列做杂志街拍，然后呢，这个模特的欠甲症犯了，我们带来的鞋他一双都穿不了啊。你给小妹打电话，让她去店里调货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完，关键是这个模特她的脚本身就是40的，鞋子什么时候到啊？还要等多久啊？啊，稍等一下，我们正处理呢。哎，快点，模特老师再拿2杯水。我们公司最大的鞋码就是40，她穿不进去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要不然你再跟她好好沟通一下，要不就换个人拍。我说，关键是这个模特我们好麻烦才请来的，所以今天不拍不行啊！我求求你了，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拜托拜托拜托！知道你什么都能解决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万能的。我等你好消息好不好？快点啊！啊，来了来了！
要不我去试试？真是不好意思，再等等吧，我们已经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。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拜托再等一下。亲爱的，不是我不拍，脚趾都肿了好吗？我看还是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吧。别呀，你们家的鞋子最大码就是40的，怎么可能现在马上变出一双41的呀？来了，我们的人来了。你好，这是2双40半的，要不您试一下？哦，还有这位修脚师傅，这是我们艾总特意请来的。我们知道您带病坚持真的特别辛苦，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减轻您的痛楚。谢谢，有心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哪来的40半？你们开什么玩笑啊？这双鞋明明标的也是40码，哪有大半码啊？是这样的，这2双呢是我们店里的样品。新鞋呢皮质比较硬，鞋型挺阔，所以穿起来会比较磨脚。但样品经过试穿之后呢，皮质会变软，穿起来肯定会舒服一些。要不您先试一下，肯定比刚才的舒服。对呀，先试一下吧。好吧，他们也不容易，那我就先试试。谢谢。若曼，都已经下班了，怎么还跑回来了？乔总给我打电话了，听说你还弄了个修脚师傅过去，真是想不到，还挺有办法的。我也是急中生智嘛。看你这一身汗，谢谢啊。其实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，不用特意跑回来的。我就是没想那么多，事情解决了就特别想见你，一刻也等不了。啊，今天你辛苦了，那下班了，明天见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一会儿有别的安排吗？要是没有，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小样儿，终于绷不住了吧？为什么要请我吃饭？上回七夕我还没回请你呢嘛。啊，那算了吧。我没有理由，我也找不到借口，我就想和你吃顿饭。反正现在下班了，你也不是我上司了，你其余时间都归我了。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吃饭就吃饭嘛，拉拉扯扯干什么？走吧。干什么？人太多了，怕把你弄丢了。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。艾若曼，这是下班后的约会，收起你强硬的上司模式，扮扮柔弱撒撒娇，会死吗？吃盐酥鸡吗？老板啊，来份盐酥鸡。哎，行，给。哎，好嘞。怎么了？那边有爆米花，你在这排队。在这等我吧，我去。快点儿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花钱或者花时间，是表达喜欢的方式。如果他为你花的恰恰是他不太充裕的，那么表达的应该就是爱了吧。
姑娘，拿来。谢谢老板。快来尝尝。很久都没玩过了。咦？那边有位置了，我要去吃。等会儿我。吃点沫儿，清肺。我好想知道路飞哥跟那个送他天竺葵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觉得这个路飞啊，肯定是被这个女人给伤了。我怀疑也是哎。这个女的肯定是跟个有钱人跑。哎，你这个路飞哥收入怎么样？收入还可以啊，虽然不是我们所里赚的最多的，但是他是最大方的。有钱大方才叫大方，没钱大方那叫败家。有房吗？有车吗？没问。没问？没问你就表白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唉，气死我了你！幸亏他没答应啊！我告诉你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少干这种没脑子的事儿，行不行啊你？就是喜欢他。吃撑了，前几天白节食了。你很瘦好不好？多吃点才好看。我这个年纪的代谢功能已经不如你了。你不用时刻提醒我这个。安卓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问呗。你是不是缺乏母爱？我只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找一个理论支撑。你放心，我妈很爱我，我也不缺母爱。我真服你了。情侣 T 恤衫来一套啊？还是各买各的？老板，我们要这套。哎，好，你买这个干什么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给，哎，好。小伙子，你是搞美术的呀？画的太好了，谢谢啊。该你了，你来帮我画。我不会画画。来，我教你。来，我帮你。开始了。真好看，姑娘，让你男朋友帮我把这几件都给画了，这套衣服就免费送给你了。老板，他不是……走吧，把衣服换了，姑娘，走。别担心，你很年轻，很漂亮，而且没人注意我们。走。我真的很久都没有穿白 T 恤了。你今天特别的美。
油嘴滑舌。你真是自带吹捧技能啊！你不喜欢听啊？啊？我看你明明在笑啊，心里美坏了吧？好话谁不喜欢听啊？关键你说的是事实吧？走吧。在大学时代缺失的经典约会场景，没想到在今天却补上了。你干嘛？破坏公物啊？小心叫我去抓你啊！我这叫开心的蹦起来，好吗？你喜欢哪个？我摘给你啊。你就安3岁吧，别闹了。就那个最绿的。你呢，很年轻，就像这个叶子一样。我们呀，绿着呢。我虽然不常收到花，但我还是第一次收到叶子。谢谢。卓玛，我其实从来不觉得你是姐姐，你根本没有外表那么坚强，相反的，你的内心呢，住着的是个小姑娘，需要别人照顾，需要别人呵护。所以你从开始认识我的时候，就直呼我的名字。曼曼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我不想再隐瞒了，更不想继续拉扯。我就想大大方方的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。喜欢一个人不是什么错事，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能遇见你，真好。时间带来的坏处第3条，违和感。虽然不会再刻意装嫩，但深藏的少女心却总是不安分。你看看，哪里像28岁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喂，喂，曼曼，是你吗？爸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打错了呢。吓你一跳，我就这么不会撒娇吗？爸，我跟你说个好消息。怎么着？你又要升职加薪啊？曼曼，
你慢点跑吧，跟你同龄的男孩都追不上你了。干嘛非得找同龄的呀？年龄就不是问题。曼曼，爸打电话呀，就是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前一阵那个电视里专家不是说，择偶的年龄可以适度的放宽吗？我找个高人给你算了算，你可以找一个年龄比你小的，绝对不能超过5岁，尤其不能找属鼠的。那天把年历你看啊，72年的，84年的，96年的，08年的就不用担心了。记住了吗？你要是记不住啊，你就拿纸笔写下来。尤其是84年的、72年的、96年的，那可能性不大。不过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也得防着点儿。防什么呀？你这就是封建迷信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都什么年代了啊，还搞这些旧社会那一套？是我的生辰八字找这个算那个掐的，还高人，明明就都是天奴的小人。什么小人呢？就是高人。什么叫封建迷信？人学易经的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。你快洗洗睡吧啊，我挂了。曼曼，曼曼，我跟你说，封建迷信，你说这钱白花了吗？人家外国就没有生辰八字，怎么了？人家的婚姻就不幸福呀？笑话！哎，那男的什么星座？天平。这个星座的男的都特花，一个一个都觉得自己是情圣大情种，他就活那张嘴，就爱说你这 IT 的甜言蜜语。不过那也没办法呀，谁让天秤座的男生长得帅呀？这就是个看脸的世界啊，丑的也这副德行啊！他们天生就有基因，风象星座，爱情来的特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哎，就没有什么星座能制住天平男的，比如我霸气侧漏的太狮子，人挡杀人的大处女之类的，没戏，都不是对手。这女人啊，她就是感情的动物，爱情就是有这样的魔力。哪怕全世界都在唱反调，自己也坚信人定胜天。来冲澡。中午还是不要一起到食堂吃饭了吧？公司里禁止办公室恋情吗？那都没有。那你紧张什么？我在食堂等你，你不出现，我不走。这人刚在一起就不听我的。您给老人换一台手机吧，这都多少年前的款了，你犯不着修了。关键是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国产的，字特别大，你不管多花的眼睛都能看得清楚。现在老年人在这上面看个电视剧、打个麻将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还能上淘宝。我那个不是给老人用的，是我自己用的。我们这儿能不能修？不好说，关键是这个零件不好买了，你弄不好买个零件比换个新机子还。帮我问一下吧，产生多少费用我自己付。看来这款手机对你来讲还有别的意义啊！你早说我就明白了嘛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问一下啊。你帮我查一下这款手机的零件。